道上大牌。今日咱报道上大牌是这个陈随意，哎呀，水呀，最近有听到伊咧广告这个代言啊房地产伊讲我水但是我买厝是无凊彩啦，但是我们今天跟他聊的不是在聊这个广告了哈，我们要好好跟他聊，哎呦，最近在冲上面啊，各位咧一对人生的看法，还有这张新的专辑有一些什么样的呈现哈，讲的新专辑已经发行了。来，陈随意这个因为在这个季节里面，咱知影讲这个母亲节的季节这个其实温馨的5月咱在听这个很温馨的歌其实为咱细汉开始当中有啊。细汉开始跟妈妈的歌都一定有对吧只是说现在变化较无同款的时阵好像大家这个买蛋糕吃饭呐就忘记说还是要唱歌了对，所以这个随意啊，继续跟我做啥？妈妈我爱你，哎呀，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我感觉第一个华语你讲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其实都差不多差不多，只要你勇敢的说出来对。其实就是很简单，就简单的鼓励啦。可是，其实现在包括我很少讲跟自己的妈妈讲这5个字。安尼对啊，其实你是感觉讲伤过头恶心吗？讲不出嘴吗？可能嘿啦，可能咱真正没关系，咱来感觉。但是咱今麦安尼袂使，尤其伊在读册，从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根本就可能。不会讲这种话但是今麦家己做人的老爸老母，你希望讲囡仔会跟你讲小朋友啦，你跟人塞呢，其实真的是，但那种高兴真的是没有办法用什么话来形容，做欢喜啊，对啊，所以我得当想到讲，其实咱那个妈妈，咱自己的妈妈，一个妈妈的靠会跟她讲一下，妈妈我爱你，真的会很高兴。对呀，妈妈我爱你辛苦啊，比你固定每一个月加3000、5000一班，甚至更加多可以收费，那种会更高兴。迄嘛爱啦，对了，我是甲我妈妈的迄个表情讲互你听。我妈妈讲拢爱，就是现金加长，来这个一张纸嘛是妈妈我爱你。对，嘴嘛还好嘴对了，还是bingo 较厉害。我有研究啦我当下咱就是安尼这个妈妈这个人讲大人应该行大人应该行嘛那愈侪回时阵你莫想讲伊嘴无讲其实伊感受足深，爱你个宝，照顾。其实烦恼颠倒有时阵，那个嘛，咱的妈妈那像在张啊。其实应该就是哪方面你一直里面你做你一直在注意就是可能一句话还是说刚才说到的钱也会啦。对，现在以后比如无多做的安尼安尼过咱过个来久久才来找你一届这伫厝的食饭饭食咯，过2个月食咯，感觉还是无欢喜呢。迄面就是无足欢喜，可能就是咧等。这个会收回那位的，对，你个较自爱啊，对不？就那跟人讲呢，对不？我当下迄个面色你爱看有啦，但是话又说回来都叫这水啊，你讲呢，有够实在就是讲，你如果可以说得出嘴了你一届2届是头没关系，对，妈妈啊辛苦啊，妈妈哇，你最近愈搞愈少年，哎呀妈妈我这里我爱你啊，这种感觉，你说几次习惯了以后其实听的人嘛袂讲。没关系讲的人没关系对，试试看好，为什么要这张专辑会特别希望在这个时阵推出这样的一个歌曲，就是因为温馨的5月吗？对，第一点的是因为到母亲节也要搞对点是其实这个专辑刚开始设定的主打歌不是这首，不是这首呢。是 MV 拍完等于头家去看去看到这个 MV 的妈妈我的 MV 的时阵，刚好5月要到看到这个 MV 就特别有感觉因为随意在拍这个迄个妈妈我的 MV 的时阵，就想到我妈妈吧就不自觉就眼泪就一直流哇可能是安尼也感动的老板当然头家看到讲我这个歌那这样所以自己本身上就很有感觉，而且一看了个听歌，个看迄 MV，
哇，我这个歌就很有画面，然后就决定了，刚好母亲节快到了。你看哈，就以这首来主打，弄出点好好哈，有安排对不？有安排。其实咱要讲特别的安排，人家说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对，等到你大天啦，像斌哥讲的，一开始就跟你讲，这首主打歌第一个母亲节之前哦，要唱妈妈我爱你哦，你来唱啊，足感动的哦。反正你来有诶，本来就预期，你就先设定，反正那种感觉跑掉了，不是自然的。我知，你拍 MV 嘛哈，你想搞的代志哈，都不一定遐感动哈。因为妈妈的面相起来就侪哈，那一世人安尼跟妈妈做伙哈，有的人哈缘分是10年，有的人是一世人就是30-50年哈。这每一个人感觉不一样了。不过我说真的哈，所以在唱这个歌哈，你等下听就知啊，真的丝丝入扣。真的，因为所以那时候在唱、在录音的时候，跟拍的时候，其实脑袋是有这款物件。好 ，OK， 咱先来听这首歌，好不好？这次的主打歌《妈妈我爱你》。10冬，为囝操劳烦恼变成白头鬃，消散落寞，一天拖过一天，辛苦白听，也一日一日等。妈妈听囝小囝的爱。海较深，是囝的运比天搁较悬。妈妈我爱你，这多年不敢讲出嘴，藏伫心底的这句话，若无讲恐惊无机会。妈妈我。将你带离开，我要永远陪伴，永远留予你。请原谅我这个汉慢囝，一世人无才调，予你好命。后世人。我才搁再来予你听，我要有孝报恩，予你较好命。10冬，为囝操劳烦恼变成白头鬃，消散落寞，一天拖过一天，辛苦白听，也一日一日等。妈妈听囝小囝的爱，比海。较深，是囝的运比天搁较悬。妈妈我爱你，这多年不敢讲出嘴，藏伫心底的这句话，若无讲恐惊无机会。妈妈我爱你，求天不通将你。离开，我要永远陪伴，永远留予你。请原谅我这个汉慢囝，一世
放伫心底的这句话，若无讲，恐惊无机会。我是但是，这是我的新歌，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这多年不敢讲出嘴，放伫心底的这句话，若无讲，恐惊无机会。献给妈妈上感动的歌，陈随意上新专辑《妈妈我爱你》，豪记唱片。好记哦。